媽咪晨早喺度做乜嘢啊？今日初一啊，煮齋。今日我整兩種唔同口味嘅齋，材料有冬菇、雲耳、炸竹、豆卜、生根、紅棗、白果同埋娃娃菜。開中火，落油，加水煮冬菇10分鐘， 10 minutes later. 跟住加晒所有嘅材料，煮佢15分鐘。15 minutes later. 材料分開一半，跟住煮個蠔油齋，蠔油2湯羹，跟住煮佢5分鐘。而家煮南乳齋，開中火落油，爆香半嚿嘅南乳。落埋啲齋，煮佢5分鐘。加返少少水。5 minutes later. 我呢個係蠔油齋，我呢個係南乳齋。下次應該調位，頂住晒左右。真係好啊！煮晒2味齋，梗係啦，你中意食蠔油齋。係啊！我而家都食緊蠔油齋啊！初一食齋，更勝食1年齋。好簡單嘅啫，大家都要試下煮㗎。如果中意我哋嘅頻道咧，可以訂閱啦，同埋撳鐘仔。留意我哋新片㗎，拜拜。